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上星期同大家分析過隻新股寧德時代啦。上市第一日表現唔錯㗎，咩位置食糊好呢？另外小米即將舉行15週年嘅發佈會啦。今次有咩新產品呢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今次先同大家睇下最新嘅經濟數據啦。星期一嘅時候啦，中國內地公布咗個三頭馬車數據啦，零售同固投都係差過預期啦。雖然工業方面嘅數據咧就好過預期，加埋個失業率就會有所回落㗎。但係經濟前景仍然都需要再觀察㗎。一嚟，即使中美達成個初步貿易協議啦，仍然都有30%個關稅咧，都會對個經濟有影響。另外咧，啲廠家同埋啲買家咧都怕90日之後嘅情況有變啦，大家都搶閘完成咗個訂單，可能提前透支咗一啲嘅出口㗎。數據反而咧有機會喺正式協議之後咧就回落都唔出奇。二嚟，市場最擔心嘅咧就係個貿易個談判唔明朗咧，中央可能會留翻啲彈藥啦，令到短期之內咧經濟放緩之餘咧又冇咩新嘅刺激措施㗎。跟住睇翻大市走勢啦，同我哋上星期分析嘅時候都冇乜太大變化啦。恒生指數繼續喺度拉腳，往上咧阻力位係跌浪前嘅水平啦，大約係23,800至24,000左右啦。至於今年嘅高位24,800咧，當時係未有關稅戰啦，DeepSeek 嘅概念亦都炒得好熱烈啦。要再挑戰翻24,800咧，都要有更加多嘅好消息，例如係中美會唔會有個正式嘅貿易協議，甚至芬太尼嘅關稅會唔會都撤銷埋呢？往下方面咧，守住之前嘅下跌裂口頂，即係大約22,600咧，走勢都唔會太差。暫時咧都喺226至240左右區間上落先㗎。另外上星期都同大家分析過隻新股寧德時代啦。上市第一日表現唔錯㗎。除咗公開發售之外咧，國際配售都超額認購啦，刺激咗個股價。不過咧 H 股對比 A 股已經有明顯嘅日價啦。抽中或者短線操作咧都可以考慮開始喺咩位置獲利啦。參考翻 A 股個表現啦，舊年10月份嘅高位咧已經係近年嘅高位㗎啦，大約就喺人民幣301個半啦，相當於大約港紙322蚊。如果短期之內有機會咧 H 股去到320蚊嘅話咧，不妨都可以考慮食糊先，長線投資咧就穩位再部署㗎。跟進下啲重磅股業績啦，騰訊份業績咧就好過阿里巴巴㗎，我哋最新咧都上調咗佢個標價啦。騰訊第一季業績咧大數好過市場預期啦，詳細唔再重複啦。我哋講重點，第一個咧就係個 AI 應用已經開始見效啦。騰訊就話咧 AI 能力已經對一啲廣告同埋遊戲等嘅業務咧產生啲貢獻啦。第二就係見到整體收入增長咧係去到13%左右啦，盈利增長更加可以去到22%啦。反映咗唔怕 AI 嘅開支咧會拖累個業績表現㗎。相對上嚟咧，阿里巴巴嘅業績就稍為唔及預期啦，而且蘋果同佢 AI 上面合作咧，可能都會有啲阻滯。短期之內咧，騰訊嘅股價有機會跑贏隻阿里㗎。睇埋個技術走勢啦，騰訊跟住個大市已經補翻晒咧4月初個大型下跌裂口㗎啦。後市確認企穩500蚊樓上嘅話咧，都可以考慮入場。第一步咧，有機會咧都試翻之前嗰啲高位，大約550蚊啦，即係畫面上面橙色線嘅位置。跟住又睇下外圍美股啦，穆迪下調咗美國嘅主權信用評級啦，暫時對個股市嚟講影響唔太大啦，消息唔算太過驚嚇，甚至喺市場意料當中㗎。相比起早喺2011年嘅時候咧，標普調低咗美國嘅評級咧，當時引發嘅震動比較大啦。反而嚟到而家，穆迪咧已經係3大評級機構當中咧最遲下調評級嘅一間啦。但係都唔排除有啲資金咧會趁機會借住消息先行獲利離場啦。畢竟咧美股從低位咧已經反彈咗超過2成3啦，睇納指計更加彈咗近3成㗎啦。技術走勢上面，納指咧就係自3月初以嚟形成咗個頭肩底嘅利好形態啦，突破埋18,200嘅頸線之後咧，量度升幅可以去到19,600左右啦。不過都要留意住啦，個 RSI 反應咧都已經接近超買啦。配合埋最近啲消息咧，有機會都開始啲資金獲利㗎啦。跟住咧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隻小米咧，近來有啲負面消息。近來的確都有啲汽車意外等等嘅消息啦，但見到咧小米嘅股價就未受到太大影響，反而咧今個星期有機會醖釀啲好消息㗎。星期四5月22號咧晚上7點，小米咧會舉行個15週年嘅戰略新品發佈會啦。預計會公布咧第一款 SUV 車型 YU7啦，仲有啲自主研發嘅手機晶片啦，
小米15S Pro 嘅手機啦、小米平板等等啦。我哋預計有機會都刺激市場啦，再上調佢嘅收入同埋盈利前景㗎。睇埋小米個股價啦，技術走勢上面咧，5月以嚟嘅股價反覆都係50蚊左右個關口拉鋸，之後企得穩啦，有機會上望翻咧橙色線嘅位置啦，即係之前高位大約59蚊。咁但都要做好兩手準備啦。如果個股價掉頭嘅話，失守翻4月嘅時候一個上升裂口咧，落到45蚊左右咧，可能都要考慮止蝕㗎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